来看台中清水中山路边有一栋真奇特的老厝，这个1楼是大路，2楼以上是厝。这个车驶过，就亲像是咧过磅空，所以这个老厝各项叫做是磅空厝，或者是过家楼。这磅空厝嘛来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 伫清水区中山路边啊，一栋早期起2楼半的旧厝，看起来真显白，真足甲前本城下骹1楼的所在，正做车辆行的大路。虽望当地人感觉无啥，毋过特别的外形引起大家注意。是不是啦？讲那老安尼啦？因为车位1楼经过时，就亲像伫咧过磅空，所以佮互叫做磅空厝，或者是过家楼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栋厝已经有40-50年的历史。外地的那个送货的，他有时候会撞到这样。地方文书工作者嘛讲真实的，全台湾各地都能看到这种类似的建筑物，大部分拢是厝主人真好，让出私人土地，互民众当通行。这特别的磅空厝，毛大家见证时代变迁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